小犬风台长在壁外，预计今日半暝就会卡到台湾。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的风雨会上界明显。战争超过年半，罗西亚真欠兵，即讲因着讲大钱，开签约金甲月级拢超过代票6万的金额，要请500援兵。美国这只酷机竟然是无顶喊，兽医认为伊可能是烧毒拍死，也是去互准匹仔先着才影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小犬风台是当日逼我台湾，海上甲陆上警报拢已经发布啊。气象局是预计今日半暝到明仔透早，这暴风圈就会卡到台湾。明仔半暝就会对台中、屏东、恒春这带来登陆。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的风雨会上界明显，都要特别注意。工作人员针对可能去透风扇断去的树仔，甲修剪甲记号确定。下晡花莲市公所开始做防灾的准备，都惊看话风会愈来愈透，树仔阁去风扇断去。怕我们的路树跟树叶会因为风强雨势的关系坠落到我们排水沟上面，那导致我们的排水沟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一个部分。小犬风台当豆豆挖进台湾，花莲第11线淹了海岸，大影是一波一波拍起来。花莲溪出海口嘛出现海水倒激的情形。宜兰南门澳的海墘仔，有几个民众专工去遐看海影，不过去海巡可肯离开。此处为管制区，依对于灾害防救法，请勿在此观览或进入管制区，避免触法。小犬风台愈来愈晚，海警甲陆警拢照发布。目前风台伫个鹅銮片东南东平，差不多410公里的海面。持续向西北转西平山顶东，即马风台路线愈来愈晚，包括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等等的所在，拢是陆上风台警报警戒的区域。它其实是有一点比较偏北的方向在移动，那时速大概是10到11公里左右。5号清晨4、5点左右，以目前的这个路径还有方向上面的预估的话，大致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会比较接近到台湾的南段陆地。气象署表示，拜3到拜5是风台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按算初3半暝到初4透早，风台会卡到台湾的陆地；初4半暝到初5透早，会伫台东到恒春半岛迄颗里登陆。各地落雨情形会真明显。气象专家嘛表示，包括宜兰、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拢无排除会落大雨，或者是有局部大水雨的可能性。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是首当其冲。目前看起来10月4号到10月5号这2天，整个东半部跟屏东的降雨会持续性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降雨目前评估应该都有机会出现超过这个超大豪雨以上的一个降雨气象专家预估，风台暴风圈脱离台湾本岛的时间应该是伫初6透早。不过了后，风台行线的速度会放较慢，要到初7透早才会脱离台湾的海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上大间的杰尼斯演艺公司，经社长牵涉性侵，害规间公司受抵制。这阵杰尼斯是决定解散，公司改名叫做 Smile Up， 专门处理受害者赔偿。其他艺人会收入另外一间新公司。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引起难判的官方资料，因忧郁症的患者是逐年在增加，去年的人数是头一届破8万人，20通会女性患者上介多。英国《Times》报道，美国拄通过临时法案，是无包含援助乌克兰的经费，这军援有变数。同一个时间点，欧盟的外长会议是破例伫咧非成员国乌克兰举行，各国的外交部长拢有到场挺乌克兰。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联合国表决通过，由肯亚派1000人的维和部队进驻海地，协助海地政府打击乌道势力。上尾是《华盛顿邮报》，Google 涉嫌甲市场规划旁食官司。这阵被2个执行长是伫咧法庭作证，讲这 Google 当年摕100亿的美金予电信业者霸占市场，别人根本就无法度竞争。为了对抗中国伫咧太平洋扩大势力，英国甲美国是当咧帮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攻击畅水弹。
英国军火商航太系统嘛，甲英国政府签代票1500多亿的合约，是要斗建发上新的军舰。另外，甲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是主办联合海军操演，即美军、英国、日本和加拿大拢有派军舰参加。顶礼拜，中国海警军舰伫南海东部挖菲律宾的帕拉瓦吉达，也就是中国所讲的威严岛附近的海域，因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走，地处双方的关系紧张。这嘛造成即礼拜由菲律宾主办的济国海军的演习，时机更加敏感。Fundamentally, exercise Sama-Sama is about 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 foster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ackling non-traditional challenges that transcend our borders. 这个演习拢总有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拢总5只军舰参与，纽西兰、澳洲、法国、甲印尼是派观察员加入。演习的主题包括反潜、航空、甲搜救等等，也若强化印太区域，影响中国扩张的作为。另外一个重点是相关国家水底的战略。伫顶礼拜，台湾头一只家己做的江南海群号公开了后，英国政府嘛伫当地时间初一宣布，已经甲重要的军火商英国航太系统签新代票1560多亿的合约，研发上新一代核动力攻击舰舰，按照2030年代会开始服役。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ve signed contracts worth £4 billion with leading British businesses to drive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powerful attack submarines ever operated by the Royal Navy. 根据美国、英国、澳洲3国的协议，强化西太平洋岛链南平水底战略。第一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先部署核动力舰舰，伫澳洲西边的海域。第二阶段由美国甲现处时上新型的攻击舰舰卖予澳洲。第三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合作澳洲建立自主核动力舰舰研发的能力。也若英国上新型的攻击舰舰，会是澳洲后一代舰舰参考的样本。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超过年半，两国拢真欠兵。罗西亚即阵是世界调兵，要化解因苦战的局势。罗西亚讲大钱是规台票6万3的签约金，阁有逐个月月给6万5薪水，要请古巴人参军。这个金额对平均月给敢若2300的古巴百姓来讲是一大笔钱。敢若看这高一项就好，就是因月给的27倍，等于是2年外薪水啊。是讲真侪古巴人为着改善厝邻的经济，无顾性命危险加入罗西亚军。除了请佣兵，罗西亚嘛要阁定调，因是连港占来乌克兰东部4个州的人都要共叫去做兵，而且因男性做兵的年纪嘛要提悬到30岁，预计是要阁调13万人。古巴民众亚米德里提昂塞伫5个签约作战的签约金，买新的战车甲冰箱，也有一支伊想真久的新手机。¿Y por qué crees que tanta gente han ido para esto? Bueno, amigo, yo le voy a decir que la necesidad obliga. Si aquí no tuviésemos tanta necesidad, yo estoy segura que esos hombres no hicieran eso. 亚米德里49岁昂塞冈萨雷斯，原本是当地的七层的工人，为着生活，今年7月19飞去5个做兵，加入5个攻打乌克兰的战士。前日，搁较将达到20万5个卢布，大约6万5的代票签约金，全部回转去老厝。路透社记者也确实联络到人伫5个南部的冈萨雷斯。Lo que todo el que vino para acá sabía lo que venía. Eso sí te lo digo clarito. ¿En qué sentido? En que venían para la guerra, eso lo sabía todo el mundo. 5个入侵乌克兰的战士拍20个月，限制严重欠兵员。俄国总统普廷宣布10月起会阁征调13万人上战场。俄国透过各种社交加通讯软体，看准古巴人因为无家起、生活困难的弱点，用决心招募古巴人投入俄俄战争。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区的几个社区，会当讲每4个人都有一个人失业，少年查甫人透过通讯软体招募，真侪人已经飞去俄国参战。Aquí se pasa trabajo, aquí se pasa 25.000 cosas。王迪表示，以伊所知影的附近社区，自今年6月开始，至少已经900人飞去俄国参战。那这位父亲是伫最后一刻才知影后生准备要飞去俄国相战。Porque nunca me dijo nada, ¿entiendes?
Ya, y me enteré cuando le andaba creo que por el aeropuerto llamó y me dijo. 虽然古巴政府强调古巴法律禁止本国民众替别国作战，这人拢是去互人社集团怪去的，也逮捕17名所谓的人口贩仔。也毋过，俄国驻古巴大使9月底表示，无清楚有偌济古巴民众去俄国参战。俄国政府伫路透社的追问之下，也无愿意回应。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麦卡锡，伊为着避免政府关门，是甲伊党内徛无共款的立场，甲执政党做伙促成临时的拨款法案过关。这是互甲伊共党的议员真不满，甚至经有人提案要甲罢免。美国众议院顶个月底出现大变盘，通过临时开支法案，互拜登政府毋免动点了后。共硬派共和党就讲要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罢免，8日为佛州内众议员盖族都大声提案。Declaring the office of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be vacant. 盖族是20多个极右派共和党议员内底的领导人物，因进前拒绝伫无大幅度减少开销的情形之下，就通过新的联邦预算。伊嘛是1月份议长选举的时阵，互麦卡锡经过15轮表决，才勉强当选议长的关键少数。迄当阵，即个极右团体互麦卡锡让步，修改议事的规则，内容包括只要一个议员就会当单独提案表决罢免议长，而且降低条件，同意票超过一半就通过罢免。目前共和党伫众议院有221席，民主党是212席。民主党若全部支持罢免，共和党只要有5个人投赞成票，麦卡锡就要落台。目前还无确定民主党会安怎做，因为麦卡锡顶个月对拜登总统启动弹劾调查。引发民主党的不满，不过嘛有可能提罢免案当作是协商的条件。I have made no deal with Democrat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Democrats should vote against Kevin McCarthy for free. It's Kevin McCarthy who's out there offering deals to Democrats. 麦卡锡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伊讲伊会度过这关。伊认为盖族甲反对是因为私人的恩怨。根据众议院议事的规则，这项罢免案原则上爱伫2天内表决。不过时程嘛会当另外安排。特别注意的是，共和党内乱会影响后续议事的运作。也若后一届政府预算案敢会过关，嘛因为安尼可能会有变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伫个南亚的孟加拉，对今年开始这天9日的疫情就一直压袂落来，到即阵是已经超过20万例，破1000人死亡，是这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一寡较偏远地区的病人拢进入首都的病院，医护人员强要制裁袂掉。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公立病院，天高的病房专区会当讲拢无床位，伫挂号区客满等待看诊的病人。过去9个月，孟加拉的天高的疫情伫庄卡真紧摊开，全国确诊人数超过20万。一个爸爸讲，囡仔早起还阁活跳跳，尾仔突然发烧，人神神。孟加拉官方卫生服务部门在伊公布疫病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006名天高的病人过身，那15岁以下儿童甲婴幼儿都有112人。那报告发布了后的24点钟以来，各增加17人死亡。院方指出，今年的疫情显示天高的病例已经为城市摊到庄卡，而且多数的病人毋是头一摆确诊，中和感染也增加并发症的风险。ঢাকার রোগী কমলেও ঢাকার বাইরের অন্যান্য অঞ্চল থেকে রোগীর সংখ্যা ক্রমাগত বেড়ে যাচ্ছে, যেমন আজকের পরিসংখ্যান যদি আপনাকে দেই।目前，孟加拉的64个行政区拢传出天高的病例。伫2019年以前，天高的只出现伫打卡。院方观察，以早天高的疫情集中伫6至9月雨季，即马连寒天拢有病例。孟加拉疫情严重的原因，除了环境卫生欠管理，全球暖化造成异常的落雨甲高温，提供白芒糖真好的生长条件，进一步加速疫情的传播。目前天高热无对应的治疗药物，那日本武田药厂研发的天高热疫苗，临床试验结果有84%的防护力，会当降低住院率，提悬61%的免疫力。先后拢得到欧盟、巴西、阿根廷、印尼甲泰国核准。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小组伫8月份也公开核准这支疫苗的使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也拿今年诺贝尔生理奖是2个美国籍的科学家卡里科甲魏斯曼做伙得奖。
因两个人是长期咧研究 mRNA 疫苗对付严重发炎的病症，而且这款疫苗生产真紧，会当抢救真侪性命。诺贝尔生理奖初次公布，由长期导致 mRNA 疫苗研发的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国科学家魏斯曼共同得到殊荣。Kikap Nobel-díjat, mert úgy gondolta, hogy lehet fiam, hogy a te nevedet olvassák be. Mondta akkor, amikor nekem még professzori semmilyen állásom, semmilyen csoportom nem volt, csak ott szorgoskodtam ott a laborban is. Hát. Working together,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it to work, how to get a vaccine to function well, and COVID hit, and vaccines were recognized for 95% efficacy, which wa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in RNA therapeutics. 卡里科甲威斯曼2005年就发表第一篇的相关论文，不过迄当时无得到许多的关注，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相关研究为疫苗开发拍下基础，互人知影，像莫德纳、辉瑞、BNT 拢是 mRNA 疫苗，不经过修饰，直接注射到体内。它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发炎反应。如果将其中的某一个核苷酸做修饰，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太会去辨识这一个修饰过后的核苷酸。Messenger RNA 疫苗呢，它未来在做在癌症疫苗上面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被注意的功能，就是它其实能够去活化毒杀型的 T 细胞。两位获奖者也拢是当奖的第5届生医医学奖得主。今年8月来台领奖，卡里科也公告8月毕业伫北基鲁大学的研究员共同发表论文，证明 mRNA 送到人体细胞了后，会当有效产生2倍。Alice Kuo, we started the mRNA. She told me that, Kati, you have to wear green. 世卫组织也学了 mRNA 疫苗为马拉利亚、艾滋病、甲癌症等疾病疫苗研发带来深远的贡献。学者也讲，科研需要几年到数十年才会当看到成果。好佳在科学家拢无放弃，单太辛苦做出来的成果，搁拯救无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美国佛州一只特殊的蛞蝓，咱个看伊竟然是无顶喊无鼻影，敢若剩一对目睭，连只字都看现现。兽医就表示，这只4-5岁母蛞蝓有可能是甲其他蛞蝓相搭拍死，也是去互尊协先着，才会遐尼严重。伊自原的是鼻无味，佮无法度用喙掠动物来食，竟然还佫会当坚强活落来。兽医就认为讲，伊可能是用壳的，甲物件食落腹肚底。这只目睭金唔金无顶角的蛞蝓，就是最近在网络登称的细只蛞蝓。Jolene。经过公开号名活动了后，伊即马用号做Jolene。这个名来自多利巴顿的乡村歌剧Jolene。这只蛞蝓顶个月伫福州公园去互发现，当地蛞蝓保护园区决定要甲收留。So if you see an alligator out there, stay away from it. But if you do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please bring i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ood people at the FWC. 园区讲，蛞蝓有可能因为同类相加，也是互船的 propeller 拍到，顶角才会无去。I think he probably years ago got hit by a propeller on the boat. To be honest with you. 保育人员讲，是顶角的蛞蝓伫野外无法度生存，所以因安排无压力的环境。互少恁会当安心生活。另外，伊的古锥样嘛完全改变人类对蛞蝓的想法。咱来到印尼，这只也徛袂在的细只犀牛是搁较罕见，已经极度濒临灭种的苏芬达列犀牛，才出世无几工，互印尼的保育人员真欢喜。苏芬达列犀牛是地球上上细只、毛上多的犀牛种，身躯为1.5公尺长。重量伫500到960公斤之间，伊的头壳顶有特别的2支角，搁号做双角犀牛。因为人类伤过头的算长，加上生存地消失，目前全世界存无80只。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来看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美国芝加哥有一个104岁阿嬷，将是对13500英尺的空中跳伞成功，是世界上上届侪回跳伞纪录。伫13500英尺高空为飞行机跳落来，是真侪热爱跳伞运动的人上期待时刻。也毋过详细看，这位跳伞的人头毛规个拢白啊，伊是住伫美国芝加哥高龄104岁的陶乐斯霍芬纳。
平安港路边仔已经组织真侪民众围观热情欢呼，庆祝这位百岁人瑞完成跳伞。原本上年中跳伞纪录是由瑞典103岁人瑞，伫2022年的5月是创下。即马跳伞公司希望会当替霍芬纳争取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改写这项纪录。It was wonderful. It was a nice, peaceful, and I had to keep myself awake so I could see the scenery. 伫完成这座跳伞了后，霍芬纳表示，年纪其实只是一个数字，12月就要过105岁生日。伊的后一个挑战目标可能是坐热气球，因为伊从来毋捌坐过。只是随着人口老化，联合国有估伫2050年时，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会来到16亿，也就是讲地球上每6个人都有一个老人。The fact that we are living a longer life is immense cause for celebration.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leadership,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re essential to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 and to decision making and governance that is informed by the past while looking to the future. 高龄化社会是以开发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甲趋势。伫2023联合国国际老人日一天，专家呼吁进行多方对话，以改善老人的人权，甲促进世代交流来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陈慧琳编译。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是有新的出头，因竟然是伫咧新干线顶头办比赛，规则车厢75个座位，30分钟就袂了了。小演选手原来大声示威，原来向对手冲过去，这看起来真平常的小演比赛举行的场地煞正特殊，是伫新干线的车厢内。这比赛是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伫东海道新干线的希望区举行，后名叫做新干线职业小演比赛。后规个车厢的75个迷众近距离看选手伫走道顶悬表演。DDT 过去捌伫个潮州铁路、千叶都市电车甲小粗铁路这地方铁路办过列车小演活动，毋过伫新干线举行煞是第一摆。即摆表演赛事后，职业小演界之王铃木实对决另外一个选手高木三四郎，因为高木选手捌伫个比赛当中输互铃木，即摆比赛诉求复仇，毋过最后依然输互铃木。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真侪小演选手伫对战的2名选手互换之下出场助力，甚至有选手像魏淑群走出来卖冰淇淋，其实是去抢人客便当食，互比赛过程看起来真趣味，满满的娱乐效果，也互规车厢为起点到终点拢是笑声。高木因为连续3摆拢输互铃木，搁一摆向铃木下战帖，希望有机会赢拍败铃木。佢表示希望以这摆舞台赢考虑海外，亲像纽约、曼哈顿、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